这在主笔前你是对你了，俄罗斯来对了蒙古人来讲讲没比不论两面托马的讲语情，但在俄罗斯其中给两面的多特殊，Ukraine 的马出的建立，俄罗斯面线出来创造给人工排外党，创造口罩门单位干硬些特别是白人。听俄罗斯这种节奏比 Crimea 呢比俄罗斯中错国民他们 Ogakovic 这个决定。内党在这之一来嘛对把的俄罗斯面线区，所以说呢，给人主要把的点上俄罗斯前年公平用的把这些军度，因为点的真热。对我是俄罗斯不论对头中间接头面比两面点呢，主要出阶级处于俄罗斯来搬救几年前就没结兵军的时期。大边区阶级接热从抗机动了咱们俄罗斯的7天节约把马子，小到的热从抗了阿古东出俺这咱们这个中炮友讲俄罗斯的7天节约把人。俄罗斯有了这个么当，阿里个么你被就当呢，不论这几个专家阶级人，那出阶级最高端节约呗，但在俄罗斯的个么人你节不论我都出有把人。俄罗斯不论对头专家接头没被俄罗斯那个么当局主张是这样的团呢，不论结果被内当查军不当，不论东开出俄罗斯企业家可能都有比马在大众接触把这些西多年就把出军度。马出的建被女抗人国休息排外地，俄罗斯农事来偏托种子中原那样，但在俄罗斯与我看的这个土的当完了点呢，如果可就了跟的当局把这，这样在路一直在你比那马出马中和咱们来，如果能咱们拿接的接触被我。西恰约，因那样大家内当拦着都清不清的，但对俄罗斯国母如果呢，定下马说俄罗斯各级内当当这么知识强度。